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小港区，一间冷冻公司，半暝伫要1点的时阵，警铃是亮亮叫，阁有放送头大声来放送，通知大家赶紧来走，是甲附近的住户拢吵起来，大家掠准是火烧厝，都参消防队嘛派人车到场，结果无看到烟，嘛无看到火。 讲啊做误报，讲误报毋是第一届咯。附近的居民讲，过去伫咧深夜都互吵精神几啊届，而且这个警报声阁特别大声，实在真困扰。啊，工厂是出面来赔会，讲有拍算要甲这个警报器甲换掉。 揭露这间工厂，但警铃声真大声，阁有广播伫咧放送，爱大家赶紧走。 警报声直直咧弹，一直咧提醒，声音是真大声。不过这个时间是半暝翻点，附近的住户拢困袂够早，叫是火烧厝，赶紧通报消防局。炮火兄弟赶到现场，四界巡看，不过煞无看到烟，嘛无伫咧倒火。而这个情形其实毋是头一回。都1个礼拜会一次。 但警铃声的所在是高雄小港中村街，这间冷冻公司加在毋是啥物大事，不过半暝但警铃声就亲像乱惊吓，互人无法度好好休困，住户心情嘛对咧如苍苍。在外面马路都听得到，差不多几公尺啊，外面马路，外面快1公里了吧？是偶尔都有，叫他们有跟他们说改善的事都。 他们都没有改善了。工厂对这件代志嘛出面解说，中兴保全做更进一步的连线，让它可以在15分钟内一定会到场，换是更好的敏感度更低一些，然后但是一样能够达到防火的这种效果的警报器。因环境湿度影响造成火灾警报器误动作。 因而触动警铃。会去年7月到今，敢若高雄消防局接到报案的警报器就害人解，加上工厂无经费啊，伫咧遮过几工，无法度第一时间就甲伊关起来。虽然毋是啥物大事，不过问题若是继续无改善，半暝啊警报声一日弹，若吵着民众，消防队接到报案出动处理，会真讨这救灾主管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